大家好，我係 Tina， 我係 Chinese Wellbeing 嘅社區身心健康主任。Mercy Care NHS 係英國 NHS 國民保健服務嘅其中一部分，主要喺默西塞德郡提供社區精神健康、安全同特殊學習障礙嘅服務。我哋希望可以邀請更多病人同服務使用者參與研究，因為咁樣先至可以幫助我哋改善服務質素同治療效果，令大家都有得益。所以 Mercy Care 推出咗 Count Me In 嘅計劃。Count Me In 嘅意思就係，如果你係 Mercy Care 嘅服務使用者，一經登記就會自動收到有關你嘅研究資訊。研究人員可能會邀請你參加研究嘅，但係參唔參加完全由你自己決定，唔需要有壓力嘅。如果你唔想再收到有關研究嘅資訊，亦都可以隨時選擇退出。你可以喺網上面啦、打電話啦，或者直接同你嘅護理團隊去講。你嘅決定係唔會影響你依家或者將來接受嘅醫療服務嘅。透過 Count Me In，Mercy Care 可以同更加多具有代表性嘅人去合作進行研究。有賴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持續改善服務，為所有病人帶嚟真正嘅改變。